中国的一带一路和老挝的对外开放相得益彰，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来自各国的企业和个人都认为，未来的20年，老挝将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一个上市公司驻老挝代表处的首席代表，他在看到我的视频以后，上周就邀请我来他公司坐坐。因为我没有打疫苗，所以上周也没有来。因为现在老挝如果要跨省通行，还是要出示疫苗卡。昨天我跟老婆走了一个 VIP 通道吧，打了一下疫苗。现在正好趁喝完咖啡的机会，一边带大家看一下万象世贸中心的百盛商场，一边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一带一路和老挝改革开放给整个老挝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都知道，老挝是整个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没有靠海，整个国家被中国、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围在中间，也是著名的陆锁国。我们中国的一带一路让老挝成为重要的战略合作国，也把老挝从陆锁国变成了陆联国。到2020年，我们中国不管是水利、能源还是农业，都成为老挝最大的投资国。到2020年底，由我们中国投资建设的中大型水电站项目有16个，占到了全国电力供应的44%。获得老挝政府批准的矿产、地质开采、开发投资的中国公司有50多家。2021年，老挝政府对矿产资源进一步放开，我们中国有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来到老挝投资矿产。同样，中国也是老挝农业产业第一大投资国。中国现在在老挝中大型的农业投资公司有200多家，大部分的农业产品包括甘蔗、木薯、玉米、香蕉、西瓜、红薯、豆类、蔬菜，还有大米，都越来越多的出口到中国。说到一带一路和老挝，那就很自然的想到中老铁路。中老铁路是从中国昆明一直到老挝万象，未来还可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铁路相连，成为泛亚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老铁路预计在10月份试运营，12月份正式通车。相信中老铁路会给中老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便利。老挝的第一条高速万万高速也是由我们中国的企业云南建投投资修建的。目前通车的是万象到万荣段，接下来万荣到秣丁口岸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建成通车的。2016年的3月，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出口的老挝1号通信卫星完成了在轨交付仪式。我们中国结束了卫星出口东盟的零突破的同时，老挝也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颗卫星老挝1号。当然，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大型项目，我们中国的政府和企业正在和老挝的政府和企业局部达成共识。中国的投资和老挝的发展都是势不可挡的。老挝未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老挝本身人口稀少、资源丰富，还有就是与中国山水相连，亲如兄弟。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老挝一定是在东南亚最大的受益国。好了，还是老规矩，我没有说到的或者说的不准确的地方，欢迎朋友们给我留言补充或指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来学习几句简单的老挝语。一带一路，能先汤，能了汤，卫星，岛天，火车路，汤轮ไฟ，火车，轮ไฟ，高速路，汤端。老挝政府
รัฐบาลลาวเหล่าวัว人民ประชาชนลาว合作荒มือ好了，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欢迎关注、点赞、收藏、分享。老挝非你所想，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不一样的老挝。拜拜，下期见。